在健康方面呢，就很奇怪的，我还没认识护法之前，我的健康就已经亮了红灯。我有见了医生，验了血见了专科医生，他告诉我的肝的问题，他说你的肝的毒素非常的高，你要很注意。他问我你是不是喝很多酒，我说有喝了，不会喝很多啊。他说就很奇怪，不过你要去注意，尽量不要喝酒。但是我也尽量的不要去喝酒。经过了整年里面，所以我每一天我要喝2000cc 的水，一大壶的水，喝了整年。但是每一次要去小便很麻烦，但是那身体非常的热后来有一天认识了这个护法之后一段时间就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讲 Ken 我有一个中医师很出名的，他是正规的，有这个文凭的，他会来到芙蓉做慈善，帮助一些人，这个做义诊是免费的，你来吧。这样我就去看了，去看了这个医诊之后，这个中医师告诉我，你的这个肝非常的严重，假如你不好好的处理，你的肝就会硬化。哇，这么严重！我说，这样我就问他，师傅有怎么办？他说有2个方法啦。第一个方法，你就去每一天去蒸2个小时的这个瀑布的山水。哇，这样子我就很麻烦哦。像这里是有瀑布啦，不过你要蒸2个小时，要有时间哦。我说师傅，这样有什么办法？他告诉我有啊，你就每一天喝2杯3汤匙的这个糖的水，白糖水。他说，我说喝白糖水会中糖尿病。他说白糖水是会医病的有用途的，你相信我。然后他就开了一些这个青草药给我，然后配上他的，在短短的3个月里面，就清除了我这个制度的肝的问题。然后再继续下去，头尾是在6个月里面我已经有差不多98%的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我有带回专科医生去看我的这个情况的肝的问题，再验下我的血。他说很奇怪，他说葛先生，你的这个肝的问题已经好了差不多有差不多90多%，你是怎样的？我说我听你医生说的咯，对不对？不要喝酒咯。多喝水不过有吃一些青草药啦，这样很好你继续这样下去。护法是帮我遇到贵人就是说护法上我们健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他会指点我们有贵人来协助你啦。就是你要相信这个护法，你要告诉护法你的身体的状况啦，还有你其他的状况，他会真的会帮到你。当然，在这14年来，护法曾经帮过我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比较严重，我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患上了那个脊椎slip disc 脊椎的一些毛病。当我患上这个疾病的时候，去见了好多位医生、西医。几乎每一个西医呢都建议我马上去动手术开刀，把突出的部分割除。幸好就是通过师父的帮忙，建议关怀，然后给还有护法的开示，护法把我选择了一位很好的中医，建议用推拿和针灸的方式去治疗我这个疾病。当我在治疗这段期间，我遇到很多像我这样子的病人，就是同样患上那个脊椎盘突出的那个疾病的，有1半以上他们都有去见了西医，而且还动了手术，就是把突出的部分割除掉。结果在跟他们谈话之中，发现到手术之后，过了半年、1年，那个疾病疼痛又复发，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根断，只有通过传统的推拿和针灸方式才能够去完全的治疗这个疾病。在2年前，我在继续修持金甲屋护法的过程中，我的健康上碰到了一些障碍，所谓的我也相信这个是我本身的业障吧。那时候我就被医生诊断说，就是我患上了第3期的乳癌。那时候我就马上请示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他那时候给我的指示是，就是在我继续修持我的金甲医护法的法门的同时，他也指示我修多杰雄灯护法的心咒。他说，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除了金甲医护法可以帮到我，多杰雄灯护法肯定也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在治疗的过程中，
我是觉得很幸运的，就是不但遇到了就是适合的医生，在整个诊断到治疗到化疗的过程都很顺利。我在短短的8个月里面进行了我的化疗、电疗、手术以及就是整个疗愈过程就花了整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那在整个治疗期呢，我是觉得我本身凭着对护法的信念，我每天都持诵护法的心咒。那在整个治疗过程，我不会觉得有很多的副作用，还算蛮顺利，而且我本身比我在患病之前还要健康。比如说那个仁波切的资深弟子陈桂霞，他在1992年就认识了仁波切，当时仁波切就教他念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咒语，还有护法咒语。那他就花了8年的时间来念这个咒语，完成了100万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心咒，还有300万字的这个多杰雄登护法心咒。那就在大概6年前呢，他就是突然间发现了他得到的这个食道癌。食道癌是在中医里面，食道癌是这个4大难症之一，是非常非常难治疗的，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个癌症。然后病发之后呢，而且还是第三期以上了，就非常非常严重了。然后仁波切就见了他，然后做了占卜，给他一系列的法会去做，修行去做。然后他也照做了，因为他对仁波切的非常有信心，所以仁波切所叫他做的东西，他都照做，而且做得100%。这样呢，在做了几年之后呢，然后他有一次他再去复诊的时候，奇迹出现，那医生告诉他就说，哦，你的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因为医生说这是1/1000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治疗的一个癌症，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呢有做这个花8年的时间，念诵了300万次的护法咒语，然后再加上他对仁波切的信任，再加上他坚持的做这个一系列的法会。在新加坡是一个很竞争力强的一个地方。那在04年的时候，多杰雄登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进入马六甲，然后也制造了一些条件给我们的集团在马六甲发展。那时候就像我说的，师父跟多杰雄登他们2个就给了我们一点提示，让我们知道马六甲是一个很大的潜能、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也成立了英雄广场的时候，也是面对了很多的挑战。那挑战当中，我们就一样，我就向多杰雄登要求了一些请示，当然就市政府不批准很多东西。那当然那边的投资者也对我们没有信心。那完成项目过后呢，我们要带那些商店进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听到马六甲3个字也不愿意进来。但是我们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去克服。那也是因为多杰雄登的帮忙。然后3年前我们就建立了我们的第一家酒店，就是惠盛酒店。那时我们要成立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我们是指我父亲跟我弟弟，就我们也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觉得酒店是行得通，因为马六甲就像我刚才说的，接近1500万的人口的话，你那边是不够酒店房间来供应的。一样的，我们就很幸运的就遇到了请到了对的人，遇到了贵人。那也是经过我们无数的我对护法的请求，然后他就一一的帮我们解答。就第一，当然就是我们的设计方面。他帮忙我们找到对的设计师帮我们设计。那等要找人管理的时候，很巧的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短暂的管理课程，让我可以过去学一点。同样时间让我请到了一个好的总经理来管理酒店。所以
一样一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就是因为我对护法的信任。当我每一次念这个星咒的时候，我都会回向当然会给自己先给自己工作种种的问题，因为我本身也是做一个慈善工作，帮助洗肾的病人筹款和这个善款我也要去收的然后就很顺利的当我每一次早上起来要出门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念这个星咒，念了星咒我会说我的工作的情况是怎样，很順利的都很順暢的會收到這些善款也很順暢的籌到這個錢幫助咗洗腎嘅病人。其實我係好簡單，我係持嘅心咒同埋做一啲金酒嘅供養咁樣啦。一般上我每次我出門嗰陣時咧，我要去出去採購或者做佛像嗰陣時咧，我都會每一個晚上我翻到去酒店，我都會做一啲修練我哋自己嘅功課啦。咁樣我出門去做嘢嗰陣時咧，我都常常都會出勞如貴人㗎，有好多嘅幫助。有時嗰啲商家知道我要揾啲咩嘢好容易佢就會帶到我去買我要想揾嘅嘢咯。仲有就係我依家開始有做一啲佛嘴嘅設計，即係要做一啲 pendant 嘅設計啦。咁樣我又唔係好有創意嘅人來個。當我冇靈感嗰陣時咧，我就會念一句 Om Benza Wiki Bidana Soha， 之後求護法幫助我，咁樣我就會有一啲好特別、好創新嘅一啲設計出嚟咯。我在認識多杰雄燈之前，本身我是修持金甲醫護法，那是在8年前我就開始修持金甲醫護法。在那個時候，我本身在工作事業上碰到了一些瓶頸。在那個時候，我也是剛好有機會接觸到科切拉佛教中心，以及遇見了一位尊貴的上師詹杜古仁波切。那時候科切拉有金甲醫護法的法會，每個禮拜我都會很準時的去持修金甲醫護法會，參與他們的就是每週的金甲醫護法會。在那個過程中，我就感覺到由於我上了這個金甲醫護法的法會，本身也有在家裡修持，感覺上我在事業上的所碰到的一些壓力或者不順利的過程，都慢慢的迎刃而解。所以我本身對護法的信念是蠻堅定的。在我個人的生意之前我還沒有認識這個護法之前，我也有投資很多東西也失敗了也虧了我好幾百千。然後就當我虧完了這個錢之後，就腳踏實地，我的工作賺一些錢，但是還是不甘願當有存到一筆錢的時候，又在投資，又在失敗，又在虧了。然後我就接觸了這個護法這個朋友告訴我其實你更要修這個護法，他會幫助到你的。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怎麼這樣幫助我，然後他有告訴了我很多，然後我就是念他的星咒。當我念他的星咒的時候，我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就會請教這個護法。就有好幾次幾個朋友都要找我投資，但是我自己的心就不很穩定，不知道問誰。然後我就每一天早上就念這個星咒就求這個護法，告訴他有人接觸我要做這個東西，如果這個生意我可以做的話，我就會繼續的順利幫我接洽。假如不能做的話，你就幫我閃開吧，護法。然後就很奇怪的他就會幫我閃開這個不可以做的東西。過後我就知道不能做了，這工作好像有一種很好的預感，我就告訴我的朋友，我說這個東西不可以做了我說你也不要做了。他不相信，他就去繼續的去，在短短的6、7個月裡面，他就虧了整6萬多塊就是證明得到就是護法已經有給我一個提示很好的。所以過後有什麼事情要投資的話，我都會問護法啦。當時也沒想那麼多，不過我一直在修持了大概半年之後吧，突然有一次我在從北往南之後呢，在路途當中我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車禍，那是我記得是在晚上下着非常大的豪雨，我們是4連創的車禍。車上只有你一個人嗎？還是當時有其他的乘客？當時是我載着我母親還有我妹妹，然後在開車途中呢，我突然間聽見一聲砰，
撞击非常大的声音，所以当时我知道说前面已经车祸了，撞车了。然后当时呢，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把刹车器踩完，然后当时感觉就是凌空，全部东西静了下来。不过知道轮胎不听使唤的，还是冲着过去。几秒里面呢，听到一声撞击声，第二声那就是我的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人都呆了几秒钟在车。然后我很幸运的在下车一看，天哪，那个车前面后面都撞得非常严重，整辆车几乎都不成形了。然后再看一下，我家人完全没事。然后我再看前面跟后面那辆车呢，就是第一、第三、第四呢，全部都撞得非常的严重。我记得我前面跟后面都是大型的车，他们的车都撞得蛮严重的，然后我的车是比较小辆的，所以基本上前面跟后面已经撞得蛮严重。不过非常惊讶的是，我们一家人竟然毫无损伤，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脑子里面就想起来，天哪，一定是护法！我想不到有其他的人可以这么奇迹的，我们竟然毫无损伤。当时我那个时候在心里，我非常肯定的，这肯定是护法的帮助跟加持。然后我的信心对护法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到今天。我记得我在去年2014年7月12号凌晨2点的时候，我发生一场意外。我记得我驾那辆车最少排到130、140，撞击一个大龙沟，整辆车马上就着火，整辆车就烧到完，我人就下车了，但是我一点点伤都没有。我相信，假如是护法是邪恶的话，他应该那天我就没命了。所以我相信护法都在保护我，在我的身边。但是他帮了我那么多，我相信护法也没有要求过我什么。我真的很幸运的很感谢这个护法一直的帮助，也有护法的星咒，只是短短的重复的念越多越好，就有这个效果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修护法只是求心灵上的平静，没有说特别要怎么样的祈求。可是，在修的当中，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之后，我看到在心里面的问题有了很清晰的答案。然后为什么我还是选择那一条路？就是分开呢，跟我的先生，我们是在很平静，大家很和谐、很同意的情况下分开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能够这么和气下分开。我想应该是多杰雄登在我身边一直在护持着。我没有想过离婚可以这么样的平静，跟就是大家都 OK， 你知道吗？然后就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我跟我丈夫到今天还是好朋友。前夫，对，前夫，对不起。有小孩吗？有2个小孩，分开之后，他们2个小孩是跟着我的。其实你说不容易，然后可是一路走过来，可能是多杰雄登在我身边吧。很多问题是有的，可是一路上就不断的解决，然后他给我很多就我觉得他一直在我身边，给我很多勇气。我从来没有绝望过，因为那个时候是有着很大的勇气的，就是觉得没有关系，就走下去吧。孩子也很懂事，然后我还会抽很多时间，去做佛法事业。我觉得很幸福。我是通过我的好友，就是介绍我这个多杰雄登护法的慈修法门。那么当时呢，他知道我就是面对一些困扰，然后他希望我能够通过这个修持法门之后呢，能够解决我的这些困扰和障碍。
当时呢，就是因为困扰我的问题呢，就是我有一个女儿嘛，然后自从她出世之后呢，她是属于天生可能就是比较敏感型体质，那么她就时不时呢，她会就是可能会感觉到一些负面的干扰。那么当时呢，就是对我来讲，作为母亲的我呢，就是觉得会比较难带。那么她会晚上常常会哭闹。啊，是那个也是。那么除了哭闹之外呢，就是晚上也比较不容易睡觉，就是比较难眠。还有就是常生病啊，就是严重的话呢，就是曾经就是入院过2次。那么当时都就是很困扰我，因为孩子还小嘛，常进院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也这样子的问题呢，也困扰我，就是在工作上。所以当时就是我的这位好友就希望说我可以通过多吉雄灯护法的修持法门之后呢，能够可以加持我，还有加持我孩子这样子。慢慢的，刚开始呢是随着需要时间了，这个是需要时间。那么持修了不久之后呢，生病少了，那么他也就是开始比较活泼，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照顾了。就是晚上最重要是孩子要能够有好的充足的睡眠。那么之后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自己在18岁的时候独自住在宿舍，在宿舍里时，就每次要入睡的时候，都会发现到自己被一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而且那时的我也是短发，但是早上睡醒时都会看到说床边都有长发，所以就感觉到很害怕，而且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定下来。那时候就开始念诵多吉雄灯护法的咒语。那时候我是每一天晚上就会念护法的咒语，念诵到自己入睡为止。当自己念诵的时候，就不会说感觉到那双手掐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早上还是会看到头发，但是也是有减少。当自己去到一些比较阴森的地方的时候，都会念咒护法的咒语。当念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心情比较好，比较没有那么害怕，也会求护法保佑自己，守护着自己，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害怕。但是，我已经有做护法的修行了几年了，过后都发现到说，每一次一去到阴森的地方念诵的时候，都不会说我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害怕说会被灵体干扰，对。干扰，如果是说是很像有一副眼睛看着自己的话，还是会有的。但是说如果他们会碰到本身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只是说会觉得说有眼睛看着自己，但是从来不会说被他们碰到，还是掐着自己，这样的经验都没有了。最主要呢，就是修雄灯，它最主要就帮我们消除外在跟内在的障碍。然后最主要就是，因为每天我都有在做丑供跟金酒供养，这2个是帮助消除障碍最大的一个好处。外在的障碍是因为我是一个时常发生车祸的人。就是因为我的不小心怎么样的。然后自从我修持了这个金酒供养过后呢，我发现我发生车祸的频率已经减少了很多，然后我的身体也比较健康。因为在我加入佛法家庭之前呢，我的身体是非常体弱多病的。然后至于内在的障碍呢，我觉得是由我的母亲，由她的口里我才知道，原来我自从加入了佛法事业，还有修持了多吉雄灯后，为我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固执不听话的一个小孩。他有一天就走过来，就告诉我说：“哎，女儿你改变了非常的多。”那我就问他，我有什么改变？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旁观者清嘛。他就说：“哦，我们家人都觉得你平静了很多，脾气也减少了很多。”然后我才慢慢的回想回去，原来其实多吉雄灯他是一位智慧之佛。其实念诵他的心咒呢，就是会让我们开窍，然后吸收佛法知识也比较容易。从中呢，你就会
因为张顿古仁波切的教诲呢，就是他的开示，也帮助我在心理上的转化的帮助很多。多杰雄登的星座也帮助了我的记忆力提高，还有我的专注力也提高了很多。就这2点就足够了，在我的佛法事业上帮助了很多。其实给我的事业上很大的帮忙，就是因为我一直就不习惯，在整个环境就非常的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浮夸，然后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心里面定下来，然后你要看透整个环境是怎么运作的，你才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是我自己本身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才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当时候在整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一直在就是说跟别人比较呀，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人不喜欢我那个人又怎么样这个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时常在寻找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是自己本身可能是很敏感，然后就不听别人的批评，什么人的批评我就觉得很生气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开示就是说，在外面其实一切都是在运作，其实是没有变的。其实如果是你要适应外面的世界的话，然后自己本身的心态要变，然后你才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学习到的东西就是我在改变我的自己的坏习惯，然后就是整个把自己就学习到不要这么敏感，然后就学习去关心别人，去听从别人的意见，然后跟批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佛法里面学到，是我的上师教导我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个案。那就是这位女生，就是她在登山的时候呢，她脱离了队伍，那她在山中失踪了。那她的朋友也是我们喀切拉的其中一位会员，那他就跑来向我们求助。那当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次去就是去到那个山底下去，希望能够给予协助，但因为很多的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帮到他。那第2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呢，那很奇怪的，那我就抱着我去的时候呢，我看着因为载我的人就是他的朋友，他非常的焦虑。一谈到这个女生的时候呢，他就简直就要哭了出来。然后他还告诉我说，我真的是希望我今生可以再见到她一次，能够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说清楚。那我就心想，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一定要帮她，能够做到我一定要做到。那我就抱着一种心态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能够帮到她，找回她的朋友。那我们就这样子，就是一路上去到了那个地方。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我迎面而来的那个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一定是得罪了山神啊，他一定是得罪了一些就是土神灵，所以被土神灵困住了。民间说法都会是这样子，对，所以没有办法出来。那个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山下的感觉是那个气氛是很僵的，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空气是凝聚着一种就是紧张，然后焦虑、恐惧的感觉。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就想想仁波切曾经讲过的话，所有的众生都是有灵性的，所有的众生都应该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它。那我就马上告诉我自己说，我转换一个心态，说我这心里在想，我等一下我上到山的时候，我一定要很开心的告诉这边的土神灵，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帮一个忙，请求你可以把我这个朋友放出来，因为他的家人很担心。我就心里在念着，我没有说出来。那我就买了一些就是所谓民间的那些就是金子啦、蜡烛啊，就上山去了。那就胆粗粗的上山去了。那我觉得那个上山的过程是很恐怖的，因为那个山是非常斜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勇气。然后上到半山的时候呢，我已经怕到脚软了，我就赶快跟司机说，我们就在这边好了，我们就在这边停着，我们就在这边就是做一些祈祷就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就是我就开始把那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拿豆公或者土神灵的香烛啦，就插着，然后就开始诵经。
那我就心里默念告诉他说，我是占杜古仁波切的学生，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要祈求你把我的朋友带出来，因为他的家人很担心他，他的家人很挂念他。那我想了这个念头，然后我就开始诵护法的心咒。那我在诵护法的心咒的时候呢，在诵到一半的时候呢，那微风就开始起了，然后就听了很多很开心的小鸟的叫声，一些就是猴子的叫声。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下山了。然后就这样子，在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女神就出来了。那其实她那一天呢，其实她那一天已经是中了三天了，一直讲了。搜查队伍进进出出已经是搜了3天都找不到，都找不到，所以他是安然无事的就这样子从山林里面走了出来。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罗切讲的话很对。如果你今天用慈悲心，或者是你用你的爱心，你想要去做的那个，就是完全单纯的想要去帮这个人的话呢，有些东西是会发生的。这是我的感受的那种护法的力量。所以那时候念的只是护法的心咒，而且也只是念108次，那么短短的，可是东西就发生了。其实是有好几件，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我们的华人传统里面呢，我们的家里呢通常都会安置一些土地神。然后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呢，就是他要搬进新家的时候，然后在他还没有搬进去那间家之前呢，就装修了整10个月。而且他把之前的留下来的这些土地的这些土地神灵的佛龛，土地神灵的佛坛，还有天宫的这些佛坛呢，就是通通从他的家清除，然后一律的就是只是这些印尼工人呢把它丢掉。自从了他丢弃的这些佛坛的过后呢，就引起了这些印尼工友呢，面临很多的灾害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包括他们就是忽然生了一场大病，还有他们发生意外。就这样呢，这位朋友呢就来请示占都仁波切。占都仁波切说他已经是冒犯的当地的土神灵，所以希望呢，他可以的话呢，就是第一要道歉，第二呢，在他的家装饰了过后呢，也特地就是设立了土地神灵的神坛的佛龛神坛，对神坛，然后呢，再定期的做供养，这样呢，请求这个当地的土地呢的喜怒，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师父呢要我们就是请示我，就是到他家呢做多杰雄灯的这个法会。通过这个法会了过后，然后我们就是请了这个土神灵，然后安抚了土神灵。在这之后呢，整7、8年的期间呢，他的家都是很平静，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骚动。